什麼事兒，你根本不要去管別人怎麼看你、怎么想你，你就是努力靜下心来，努力的去傾聽你自己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，你到底想要的是什麼？哎呀，那我到底想要什麼呀？哎，如果你還爱王老師，就放手去做，至少啊，算是为自己做的一次努力。你说，我应该叫你潘老師呢，還是叫你師母？這麼多年不見，你居然變成這樣，躺了這麼久了，我想你也應該躺累了。你打算什麼時候醒過來啊？护士，你好，請問一下11號房的病人什麼情況啊？病人姓潘，對嗎？對，他叫潘玲，我是他的學生。他已經住了好幾年了，他的大腦皮層嚴重受損。雖然沒有什麼生命危險，但是已經處於高度昏迷的狀態了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植物人。那他什麼時候才能夠醒過來啊？這個不太清楚，機會很渺茫。因為他睡了太久，植物人要甦醒的話呢，不單單只是靠他的藥物，更重要的是他要有意志力，還要家人對他的喊話，這個比較重要。